田情缘夜游灯台，赞！好，看一下正前方摄影机。那贵宾们呢，我们一起比个爱心，好不好？来看一下正前方，1、2、3。好，今天我们田尾乡公所还有我们彰化县政府在我们这个怡心园办理这个我们这个田尾花田情缘夜游灯台的这个记者会那因为交通部我们观光局在定2019年为我们的乡镇漫游年那彰化县推荐这个田尾乡还有鹿港镇双入围我们2019年小镇漫游的30个这个乡镇那今天我们在这里办这个活动，希望说把田尾的好、田尾的美推广出去。那个在暑假期间把田尾打造成一个浪漫的约会圣地。那这个田尾是花的故乡，很多游客都闻香而来，可以大车换小车小车可以爬站来这里享我们的有特色的花餐，然后有我们的花海。那现在我们又有夜间的灯海，那点缀成我们这个美轮美奂的在7月27、282天办理这个活动，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都来田尾参观，让我们田尾人进来，大家的生意活络在地的经济，让经济更好。田情缘一系列的活动在27、282天就开始希望全国各地的民众都能够到田尾来欣赏不一样的风景尤其夏天到了田尾的艳照菊花真的很漂亮，我想这个是别的乡镇所没有的。我希望各地的好朋友都能够来欣赏这个别的地方所没有的艳照菊花，夜间的美。田尾夏天到田尾来，晚上在那个菊花田里面来散步，那是一个很享受、很舒服的一个地方。希望能够借这个活动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潮来田尾，来花见田尾。除了这个活动之外，还有花餐，还有花车，所以大家供游客来玩。猪肉是我们彰化的健康猪 ，OK。那么旁边这一道呢是我们的香椿野菇蒸饭。香椿呢，它是一种香料植物香料植物也是我们在地的香料植物。那你在吃起来的时候会有一股特殊的香气。好，米饭当然也是我们在地的米喽。好，那最后大家看到这边是荷叶玉丝糕，那这个上面呢就是荷花的花蕊，大家有看到不？有没有黄色的？这就是我们在地荷花的花。看一下右前方的摄影机，右前方的摄影机，妹妹看右边，看你的右手边。好，再一次我说田尾公路花园，田尾乡，大家给我一个赞，好不好？田尾乡赞，右边镜头，右边。好，看一下小千这边的镜头，